好，来继续来看台湾民意基金会早起来公布到上新的民调，总统蔡英文的满意度51.3%。开放这个含3百斤的美国猪进口，民意是真明显并无支持，甚至希望反内底的公投会当来过关。另外，台湾甲美国的关系，随着拜登来当选，有64.6%的民众讲，并未来担心到美国的新政府对台湾的态度。 毋是头一摆做总统，蔡英文成功连任到即嘛满1年，带领各界方式力甘赞成。上新的民调显示，51%赞成，37%反对，满意度犹原超过50%。不过，若是和去年2020年12月相比，减少1.5%。那么2021年的1月还是在50%以上。 那么，所以它的起伏其实是很稳定。得到超过1半以上民众的支持，学者认为这真正常。不过，有人认为会使更较好。照道理有这么好的外在情势，这个民调不算很好。蔡英文第2任期宣布开放内地进口的重大政策，60%内民众表示不满，28%各算满意，赞成的人自头到尾拢无超过1/3。学者嘛来提出警告，看起来政府完全没有能力去说服大众。台美关系因为拜登确定当选，要65%表示无烦恼新政府对台湾的态度，28%民众会烦恼，不过烦恼的程度有减少。意味着我们的民众这个心理很健康。 虽然台湾的民众把美国当作上重要的盟友，不过拜登才拄则认美方对台湾的政策，目前嘛敢若会使先观察。